講到屯門，大家會諗到啲咩呢？會係上次同大家講嘅小康苑，定係屯門市中心或者 V-City 啊？今日再帶大家探索一個即將改變你對距離睇法嘅生活寶地——屯門藍地。喺呢度冇咗市區嘅煩囂，但擁有你夢寐以求嘅生活節奏。我哋照舊由小康站出發，今次特別少少，我哋搭居民巴士。巴士嚟啦！其實轉個彎，我哋就到啦。落車為大家介紹嘅第一個樓盤，當然係裕豐花園啦。2006年入伙，共提供1576個單位，仲要係區內數一數二大嘅屋苑啦，總共有12座咁多。望下個地圖，原來仲有2個屋苑喺正隔離。我哋首先嚟到呢度會係綠怡居，1998年入伙，共提供726個單位，發展商會係新鴻基。再行過隔離有個屋苑叫翠匯，2009年入伙，共提供32個單位，發展商都係新鴻基喎。交通方面，藍地絕對係麻雀雖小，但五臟俱全，唔只有輕鐵4條路線貫穿區內，居民都可以一落樓乘坐居民巴士，2種方法都可以接駁到兆康站或者屯門站，再轉乘屯馬線出入市區，完全唔係問題啊！樓下仲有好多條小巴路線同巴士路線供大家選擇，可以直達元朗、天水圍甚至出旺角。生活方面點少得藍地大街呢？呢度有各式各樣嘅鋪頭，想做啲乜嘢，藍地大街大概都可以幫你解決到。而裕豐花園隔離有一個好有文化氣息嘅梨園，食飽飯落嚟散下步，簡直係一流啊！如果大家有時間嘅話，仲可以去隔離嘅屯門新村，一家大細過嚟欣賞一下壁畫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藍地嘅小學校網屬於70區，中學校網屬於屯門區。其實選擇一個家，亦係選擇一種生活方式。與其喺市區擠迫嘅空間入邊勉強上車，咁不如用同樣嘅預算嚟藍地換一份獨有嘅寧靜。喺呢度放工返屋企係真正嘅回家，而唔係由一個石屎森林講去另外一個石屎森林。仲有啲咩屯門區嘅樓盤想了解，留言話俾我哋知啦。